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俗语咧讲，王建龙死棋，意思就是对当音死棋，期待这个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是棋，棋子的棋，读做过一棋第五条。棋就是色交前的局，用棋子来输赢，咱讲是行棋。一般咱较常看到有暗棋、跳棋、围棋等等。若行棋的棋盘，有人号做棋盘，有人讲是棋盘。另外，行棋的单位，咱讲是一盘棋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例。头一个就是行棋，咱头前讲到行棋是色交前的局，用棋子来决定输赢。第二个例是一句俗谚语，人咧讲一步棋一步倒，意思就是讲做代志亲像行棋同款，拢爱有计划，爱真斟酌，才会当成功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有人爱行棋，有人爱钓棋，每一个人的兴趣无同，无论做什么代志，就爱一步棋一步钓，爱有计划。就算是兴趣，嘛就爱当做一件重要的工课，好好规划安怎搁较进步。千万唔通到迄个时才行迄个棋，无头无尾，安尼就白了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棋，棋子的棋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